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咁今個禮拜2月17日咧，又有9場嘅谷草夜賽上演嘅。咁跑完國際賽，起碼當然會弱啲啊。咁啊揀咗呢個第4場嘅4班一哩介紹啊。咁呢一場賽事咧嘅特色就係有好多咧，都係喺11月19日嘅同班同程賽事係上過陣嘅。咁我揀咗其中一組。包括咧包辦連贏嗰兩隻嘅本領非凡同埋醒目先驅坐落地嘅君志成嗰場賽事嘅片段，同大家分享先啦。呢一場11月19日嘅4班1650米，我哋睇3隻馬嘅。咁起步咧有一隻而家喺前邊都唔算太慢嘅，就係嗰個君志成嘅。咁但係咧呢一場咧就係後上馬贏嘅，包辦連贏嗰隻本領非凡咧，而家就喺呢個尾四外檔，而跟住佢嗰隻咧就係醒目先驅又跑第二嘅。咁喺前邊咧轉第一個彎嗰陣時，非凡時喺外面係 cut 咗埋嚟嘅，跟住咧就有隻首飾係之後再出保中嘅首飾悟空啦。咁之後咧嗰隻君志成而家其實留住喺第4位，嗰個位都唔錯嘅。咁後啲咧就係呢個本領非凡都係喺尾四，而呢個醒目先驅咧就係尾二位置嘅。咁而家跑到去對面直路開始上山嘅，前面嘅非凡時刻都係放咗出嚟嘅。首飾悟空咧就守住呢個第3位，反而君志成咧呢隻大步馬咧一路都係困晒喺內欄嘅第5位嘅。咁而本領非凡咧就都係喺尾四外檔嘅3位，但係前邊有遮擋啊。而醒目先驅啊一路都係跟住嗰隻本領非凡。咁啊差唔多咧就係轉彎嗰陣時嘅嗰隻非凡時刻仲係領先一個馬位到。首飾悟空咧貼欄第3位開始推嘅，開面翻嚟青春力量比較輕鬆啲嘅。咁咧君志成咧而家喺中檔嗰度咧就望空唔到啊，大步馬就喺馬群之中穿插上。咁但係開面嘅本領非凡咧一望空咧交出好強烈嘅反應，過晒入邊嗰啲馬㗎。開面嘅醒目先驅雖然好似有少少內閃啊，但係都反應幾好嘅，跟住呢個本領非凡喺條路上跑翻去第2，反而君志成咧就喺中間翻嚟嘅啫。咁嗰一場賽事咧，其實嗰個步速咧係偏快少少，咁所以咧一對後上馬本領非凡同埋呢一個醒目先驅咧包辦連贏。咁但係其實嗰啲君志成咧嗰一場係臨場落飛落到好勁嘅，但係跑法上咧就一路都係困守喺中內檔咧，對呢隻大步馬其實唔係好着數嘅。咁佢贏馬嗰場咧，其實喺上季尾嘅6月11日。咁我哋不如睇翻嗰一場賽事嘅片段先啦。咁君志成唯一贏馬一場咧，就係睇翻佢上季尾6月11日都係4班1650米嘅。咁佢又係排二檔起步嘅，起步咧唔算話太慢嘅，已經中檔就出嚟少少。咁佢隔離紅衫嗰隻咧金搶有份跑嘅就係嗰隻標誌啦。咁但係開面有啲馬都搶埋嚟嘅，包括咧大外檔咧華美之威啊，跟住白白地衫嘅神驅馬靈啦上咗第2嘅。咁有隻馬片咗出去外檔嘅時間寶啊，嗰場收停嘅。咁而家嘅君志成咧一路都喺第4位貼欄嘅，但係呢場咧步速咧就比佢啱啱頭先睇嗰個片段啊冇咁快，咁佢而家反而移咗出嚟二貼嗰度上喎。咁而家前邊咧個華美之威就係撳住領先，但係半個馬位神驅馬靈呢上嚟第2啦。開面咧有隻旗幟鬥士拍埋上嚟，3隻馬比較先啲嘅。咁君志成而家出去二貼咧就過咗隻標誌上到嚟第4位嘅。標誌後面咧仲有隻貼欄咧就係多利神驅嘅。咁而家前邊咧放咗出嚟又變咗神驅馬靈啊，跟住開面咧就係旗幟鬥士，然之後咧嗰隻君志成咧都係一路喺呢個第4位外檔第2貼有少遮擋嘅。標誌咧一路跟住嘅君志成漏空咗條欄咧，就俾隻多利神驅嗰度上㗎。咁而家開始轉彎嗰陣時嘅前面神驅馬靈咧仲係領先少少，旗幟鬥士啊撳住反應好似好啲，但係君志成咧一早已經出咗出去3貼嗰度追㗎啦。咁而家前邊咧君志成咧依場就一路望空咧，靠大步已經攬贏咗入邊嗰啲馬㗎，反而貼欄咧攝上嚟有隻博愛先鋒咧就追得比較好啲嘅，仲有隻多利神驅喺第3位。過終點咧呢場君志成贏得好輕鬆嘅，博愛先鋒跑第2、第3就係呢個多利神驅。咁嗰一場君志成咧，雖然都係好似今次咁排二檔，但係咧就喺中段嗰個移咗出嚟二貼嗰度上嘅。入直路咧一早望空咁靠大步係攬贏對手。
咁今次咧，其實嗰個形勢都係相若嘅，佢都係排內檔起步，而且咧估計早段嘅步速咧應該唔會太快嘅，放頭咧估計都係可能真情嘅明亮光輝，又或者喺呢個路程曾經一放到底嘅標誌，咁所以呢個均智勝咧其實應該都有幾充分嘅時間咧移咗出嚟二碟或者及早發力咁樣去同對手爭勝啊！咁所以咧，上次幕後已經選咗手啦，今次可以值得再追多一次。咁次選方面咧，我會揀翻一隻標誌啦，咁呢隻馬都係上季唯一一場頭馬仔個路程一放到底咁取得嘅。咁啱啱睇均智勝贏馬一條片，佢都有份跑，但係佢嗰場係冇放嘅。咁今次喺1200熱身完之後咧，跑翻個贏馬路程，再要配備上有少少變動咧，如果佢用翻啲主動跑法咧，都可以突如其來嘅。咁至於第三同第四選咧，就介紹翻第一條片包辦連贏嘅醒目先驅同埋本領非凡。咁醒目先驅今次嘅變數咧就係由董明朗換咗個潘頓啦，而且讓榜上咧讓少咗榜俾嗰隻本領非凡嘅，咁所以咧我啊睇好佢可以反先。咁至於嗰隻本領非凡上次嘅走位咧，其實好順滑嘅，同埋有少快步速幫助入直路一早望空咧，已經係彈得對手奠定勝局嘅。咁但係呢隻馬缺點咧就係、過往咧都係少啲打搭上名啊，同埋佢之前咧又係贏完馬之後再出咧都係落地，咁所以今次再出咧都係以作配係比較合適嘅。12月17日我嘅精選場係咪介紹第4場順序提供係8號嘅均智勝、9號嘅標誌、1號嘅醒目先驅同埋呢個2號嘅本領非凡。至於三寶場合，由於介紹精選係第4場關係啦，介紹手口都係12注㗎啦。頭關喺呢個第3場嘅4班1200米揀2匹嘅，包括係呢個4號嘅細水長流同埋9號嘅真旺。咁呢隻4號嘅細水長流上一次初出其實都唔係好有飛嘅啫，但係咧跑順咗之後發揮嗰條後勁咧都幾強啊，後上跑第2。咁今次阿布文繼續騎，但係咧同場其實都騎過或者操過好多馬啊，包括咧呢隻勇威神驅啊，上次又係輸少少，咁同埋呢隻真旺咧，亦都喺賽前佢試過2課閘，咁所以今次揀呢隻細水長流上陣咧都可以啊，繼續係追捧嘅。咁至於嗰隻真旺啊，頭先講過就係布文操過2課唔騎啦，咁但係換咗阿潘明輝都係阿何賢嘅徒弟咧，未必會係副居身份嘅。咁同埋呢隻真旺咧，睇翻佢嘅演出，初出上季尾咧，以大冷門身份跑過第3，輸俾嗰兩隻馬賢力寶同埋呢個白鹿金剛咧，今季喺4班咧都已經贏咗馬㗎啦。咁而呢隻真旺咧，今季初出亦都被捧成熱門，但係嗰一場咧一跟前手好位翻嚟嗰個後勁就平平嘅。反而上一次咧初次跑谷草嘅路程1200米，因應個外檔咧早段縮咗係比較後啲嘅位置，但係後上咧亦都幾勁。咁所以今次個檔位比較好啲，佢早段咧都係用翻啲留後嘅跑法，但係唔使留到包尾位置。如果交翻出上一場嘅後勁咧，都有權係將對手一網打盡嘅。咁次關就係頭先介紹過第4場嘅4班50米咧，揀3匹啦，就包括呢個1號嘅醒目先驅、8號嘅均智勝同埋9號嘅標誌。咁至於尾關都係喺呢個4班嘅1200米第5場賽事係全馬唯一杯賽場合係揀2匹嘅，包括係2號嘅聖多多同埋3號嘅巴閉哥。咁啊聖多多咧，今季初嗰時咧，經常都係跑呢個田草1200米，而且用呢個放頭跑法，就係未能埋尾嘅。咁但係最近嗰2場轉翻嚟跑呢個快活谷同程咧，佢又用翻啲手好位嘅跑法咧，連贏2場㗎。今次雖然係咩有重磅，但係都係留翻4班上陣，而且計今次賽事嘅形勢咧，早段都係有幾多快放馬扯散個馬群嘅，佢應該可以輕鬆又係守翻啲中間位置入直路，發揮翻嗰段喘勁咧，3連捷係絕不為奇嘅。咁至於嗰隻3號嘅巴閉哥咧，就係班底比較高嘅馬，咁曾經咧連續2季一出即勝，而且咧
上季初咧都仲喺二班上名嘅，但係跑落去咧就好似有少少退步嘅感覺。但係整體嚟講咧，跑最接近輸俾頭馬最少嗰一場咧，就係上季尾嘅3班1200米嘅，只係輸俾頭馬3/4個馬位啫。咁所以今次咧落咗嚟4班，第二次上陣，轉翻過嚟跑個谷草同程咧，都有些少冷門機會，亦都可以兼顧埋佢嘅。咁今次12月17日我嘅谷草三寶提供係介紹首口，都係12注。頭關第3場係呢個4號嘅細水長流同埋9號嘅真旺。次關第4場係呢個1號嘅醒目先驅、8號嘅君智勝同埋9號嘅標誌。尾關第5場就係2號嘅聖多多同埋3號嘅巴閉哥。咁下一次賽事咧又會翻返去沙田啦，不過由於咧12月21日星期日係冬至嘅關係，咁所以提早一日12月20日星期六舉行嘅，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